台中检警抓到一个骗财佮骗感情的诈骗集团，因先伫咧交朋友软体顶头锁定30岁以上有经济基础的男性，了解相关背景，知影被害人介意什么了后呢，才派一个查某囡仔含这受害者囝培养感情，落要见面就甲对方讨钱、讨贵重的礼物。目前全台湾尚无有上百人去哄骗，专案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。姓的主嫌当要行出饭店，才检调人员就随甲抓起来。检警调3方联手成立专案小组，用4个月的时间，伫台中7期好业厝，查到恋爱诈骗机房，规模阁是有史以来上大。要记得吃饭哟。且团保公关小姐先甲各种情景的语音录好，接配相片。诈骗集团用这啥人来看？先伫各大交朋友的软体，锁定30岁以上有经济基础的查甫人做目标，所落来就互集团的查甫成员继续伫网络顶悬甲因联络，而且甲被害人的职业、家庭和兴趣用出一本台湾男子图鉴。等查甫要求见面，查甫就开始甲因骗名牌包、化妆品和医药费等等，有900个人受害。先挑选面貌身材较好的公关女子来作为面交车手，会用没办法负担房租啊、家人住院、车祸修车等各式的理由去跟被害人诈骗。陆续循线逮捕诈团成员共计15人，全案于今日侦查终结，提起公诉，并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查扣之不法所得现金约200余万。专案小组是小林社对今年9月到12月，去提醒的主嫌等等15个诈骗集团的成员，设备台中地检署侦查结束，而且提起公诉，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宣告查扣不法的所得，有现金200多万、名牌包和名牌手表手机等等，呼吁民众爱设入网络交朋友的限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